大家好，今日講解副窗口打折。副窗口打折是超長屏，為了在電腦桌面上能夠更直觀的顯示，首先我們修改桌布大小。桌布大小可設置為實際屏幕的寬高，點擊修改，右擊桌布，選擇副窗口管理，副窗口數量選擇為1。本次以打2折為例，寬度改為實際寬度的1/2，高度則改為實際高度的2倍。選擇按寬打折。創建節目。節目可創建為視頻、照片、文本框等，點擊播放。